距離澳門200米啊，首付10萬，送兩地牌，送車位哈。呢一套係140平方嘅河景大平層，你睇一線澳門景河景非常之靚哈。呢一套係4房3衛雙套間雙陽台嘅設計，你睇幾靚。而家啲裝修，而家見到嘅就係交樓標準，你冇聽錯，係咁高嘅交樓標準哈。入門嘅旁邊呢啲鞋櫃位就好晒嘅，再過嚟咧就係長輩房套間哈，亦都係睇無遮擋嘅河景頭排啊。然之後小區門口就係港珠澳大橋啊，非常之適合香港朋友買翻嚟日常通勤都冇問題，因為屋企門口上去50米就係港珠澳大橋啦，非常之方便哈。你睇呢邊就係公共衛生間、兒童房嘅位置，小區5分鐘可以到達2個華發雙兜主人房、房中房嘅設計，書房裏邊先係主人房哈，大套間啊有衣櫃位啊，獨立嘅衛生間噶啦，非常之方便。小區自帶有無邊泳池、健身會所嘅。